呢個係一個魔法同勇者結合嘅國家，而國家最犀利嘅魔法少女就係 Yuna， 最勁嘅勇者就係 Aizen。國王陛下嘅緊急召喚肯定係有大事發生啦，係時候出發啦 ，Yuna。我哋要去揾國王，佢需要我哋幫手。呢個國家長期被大魔王破壞，依家只有靠你哋兩個合力去將大魔王消滅。放心，國王交俾我哋一定會將大魔王消滅。Aizen， 等陣睇我嘅魔法啦。Uni， 你都要小心啲，大魔王好勁㗎。Yuna， 山頂丟氣好重，要小心。睇住火氣魔法，搞掂，繼續上山。要快啲。哇！唔使怕，我會保護你。Yuna， 企穩，準備戰鬥。我嚟救你 ！Aizen， 你冇事啊 ？Aizen， 你點算啊？血仲喺度流。唔使驚，我頂得住。你仲有更重要嘅事要做。係啦，我要醫好你，光之之餘啊！呢個感覺，我冇事啦 ，Uni， 一齊繼續前進啦。好，一齊闖過去。Aizen， 呢條橋好似隨時會斷咁，捉緊我，唔好放！停住，我拉你上嚟。人類仔女想去打大魔王，坐上嚟啦！多謝你，我哋要去救成個王國。飛龍啊，Aizen哥你睇，佢真係識講嘢。揸緊啦，仲有得揸。準備好未？跳！唔該晒你啊，飛龍，下次再陪我哋玩啦。大魔王就喺入邊，呢啲冰咁厚，點入去啊？係啦，點算好？我嘅火焰魔法可能唔夠力，唔可以用晒呢啲冰。呢度嘅冰硬過精光，點樣先入到去？飛龍王，佢點解會嚟呢度？冰封之門需絕世聖劍同魔法棒先可開啟，去尋佢哋。勇者原仲有幾步咋，頂住！終於到咗，我哋要用盡全力將佢拉長。我哋有新力量啦！耶！打敗魔王指日可待。星光匯聚，勇者之力覺醒。破！我哋成功啦！入去啦 ，Yuna。Yuna， 跟緊我，前面熱力好強。哈哈哈哈！你終於嚟到呢度，你究竟想點？妖魔鬼怪受死啦！沙拉曼達格拉斯亞，冰火雙重擊點解冇效嘅？就咁，你等凡人嘅力量太渺小啦！刺身皇上，魔法閃耀，今次你走唔甩啦！細路仔，你惹火我啦！冰火兩重天，冰結術凍住佢隻手。Yuna， 快啲，佢防禦太強。炎龍彈，風之利刃，破！點會？大魔王竟然係至中國王？既然俾你哋識穿身份，咁就留唔到你哋條命。原來國王就係大魔王。我係故意引你哋入嚟呢個山洞嘅，只要將最厲害嘅勇者同魔法少女殺死，我就統治呢個世界。Aizen，快撐住，冰結咒！就係咁，魔法少女同廢柴勇士，旋藍雷霆斬，雷霆萬坤，超級無敵飛劍連連斬，邪惡終將被屠殺。黑暗嘅力量係時候退散啦！風暴之怒，聽我號令！呢個世界唔需要魔王，呢次一遇要攬發佢。雷霆之力，聽我號令！星之輝，雷之鳴，結界破例。終於結束咗，仲好有你同我一齊Aizen。皇都，我哋翻嚟啦！Aizen，你睇佢哋幾開心！大魔王已經被打敗啦，大家放心啦，以後冇大魔王搞事啦。
哋係勇者同魔法少女啊！